歡迎收睇蛋撻 TV， 我係楊如思。距離2026年 APEC 峰會開幕唔夠100日，中國為2026年 APEC 主題定為建設亞太共同體，促進共同繁榮。世界各國將目光投向深圳呢座城市，因為今次 APEC 可能唔只係一場經濟會議，更加可能係一場影響亞太政治嘅對話。俄羅斯總統普京已經公開表示會支持中國主辦 APEC， 並準備出席11月深圳峰會。特朗普亦公開表示希望再次到中國參加一場重大會議。外界普遍將佢理解為深圳 APEC。如果兩人最終都成行，將會成為俄烏戰事以嚟美俄領導人首次會面。深圳 APEC 有機會見證中美俄三國領導人直接對話嘅元首外交新國際格局。特朗普第二任期下，中美關係經歷貿易摩擦、科技競爭，而俄羅斯同西方世界糾紛不斷。深圳 APEC 有機會提供一個非常罕見嘅外交場景，中美可以談經貿，中俄可以談合作，美俄亦有可能尋找接觸空間。國際局勢越複雜，越需要一張可以容納各方嘅談判台。而深圳 APEC 提供咗談判桌上直接對話嘅機會，正正符合中國提出建設亞太共同體、促進共同繁榮嘅主題。另一位值得關注嘅人物就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。2025年韓國慶州 APEC 期間，高市早苗連番涉台炒作，更釋放出台灣有事論嘅錯誤言論，成為中日關係急速惡化嘅導火線。今年6月，高市依然聲稱唔會安排 APEC 期間與中方領導會面，但係到咗7月底，180度大變面，對外宣布期待11月舉行嘅 APEC 峰會，爭取中日對話，被視為希望親身出席深圳 APEC 並與中方領導會面嘅請求。但高市能否如願，決定權在中方。時隔1年，同樣都係 APEC 前夕，高市面臨嘅國內外局勢已經發生巨變。支持率由超過80%到屢創新低，跌破50%。日元持續疲軟，出口額被韓國同中國台灣超過，對華強硬牌令日本民生同經濟陷入困境。靠改善中日關係緩和經濟壓力，成為高市早苗最後稻草。APEC 係化解中日矛盾嘅最直接舞台，但係前提要高市放低對華成見。第一個考驗就係如何對待靖國神社問題。想參加深圳 APEC 峰會，放棄拜鬼喺第一步，撤回台灣有事論，同賴清德劃清關係，係中方底線。如果高市依然採取對華強硬姿態，相信 APEC 絕對唔會歡迎心懷惡意嘅人。深圳係中國改革開放嘅前沿，亦都係中國對外交流嘅窗口。中國選擇深圳作為 APEC 會議主辦地，係中國以交流代替對抗嘅國際大局觀最好證明。喺全球經濟充滿不確定嘅年代，世界真正需要嘅唔係更多封鎖，而係更多連接；唔係更多對抗，而係更多合作。深圳見證過歷史，更加創造緊未來。有意思，同你笑住傾時事，開心 share 一齊睇，食花生俾個 like。